来宝贝大家会个宝贝新鲜的个你们说能这里带客找才慢你们说这你推带客找了我嘞像让你们买常见的东西我推带客找了我听不听话你们扛啦喏喏真的是先有先找的宝贝们能现在可以下单了这个只是帮流你们买了不让你们等多久这个一桶嘛就是这样桶50块桶给你们看看我感觉我真的好听你们的话宝贝们喏这种桶50块就当然你们赶紧你们下单了这个桶这个直接那个送给你们不让你们等久了宝贝们喏这种样给你们看了这种桶了嘛给你们看了这个牛皮是吹沙沙的今天我感觉我太听你们的话了宝贝们你们叫干嘛我就干嘛你们叫带客走就带客走喏一桶这样50块等下你们我还着你们刷到吗喂想吃嘛就赶紧来买赶紧下单了嘛然后马上安排送上门噶宝贝们噶你们直接来拿的我们现在点这个小吃的是城县公寓这边宝贝们喏如果你们想有一盒30你们有2盒的话50块钱啊这样盒子你们应该也晓得那种盒子呢真的好有诗意啊嘿你过来嘛你过来然后姑娘你想吃嘛能喏真的现要现造的宝贝们喏给你们看喏它是鸡脚鸡肚牛皮混在一起这样喏就这个桶喏50块51ดอกผู้ยา51ดอกงาเสเลยงาเส喏给你们看真的是现要现造不帮流嘿นั่ง喏你要拍来嘛你来拍嘛你不是要拍喏给你们看喏真的这个今天的牛皮真的脆沙沙的真的特别超级好吃宝贝们真的很好吃的我不骗你们可以哎呦呀上楼带客走创不了气啊我带客走真的不是这个带口罩的料因为牛皮嘛它不说绑的时候没绑的知道吗宝贝们我不用绑我只是发表啊想吃吗我就发表给你们你们就来买了嘛哎呦想高像我累什么一样好累我真的很好累我戴口罩真的穿不了气啊宝贝们你们可晓得我的天哪还是挺漂亮的嘛